你那么的说错了不？你在你嘛不？那我就说的好话比别弗朗哦。阿门话是讲木家你什么呢？是怕那个咱都找不住的，是讲木家弗朗哦。不啥别去别嘛呢？罗别个啊咯。不啥别去呢？罗的谁好个啦咯？罗的马个别个掉咯？谁外面个啦咯？不啥别去呢？罗别阿去人家咯？古里呢罗不啥别去的，嘛那那没说嘞。咱们咋不？罗些点嘛提起过，不啥得许个嘞？不啥得许个嘛？咱们咋不得呀？不啥的给咱许咋个啦哦？若阿爸嘛不爱米，咱们咋不啥真的去那个？做许巴拉那嘛不个，嘛不注意嘞。就陪爸比提瓦嗲的，啥话的可能那侬推过那么不爱米，若阿爸嘛认识不哩，嘛跟他打嘛啊喽。咱们不得呀，一话自然嘛提起过，若阿爸嘛不哩，嘛个不给他生呢，一话不来呀，一话今年啥嘛过。一话得住那个计划啦哦，自然嘛提起过妈妈蛤蟆在农啥不呢？乌拉听爱米一直比个啦哦，从不得阿里比不改变那达了，从不一马夸嘛得阿里比一家跟那打嘛爱米，若阿爸妈认识不嘛跟那打嘛啊喽，在农啥不爱米，若得嘛个拉的，可若是呢，若阿爸妈你嘛啥那他一话子，若阿爸妈呀，若自然嘛提起过，侬吃嘛提起过哩，若得天你里天你个咋个啦嘛啊喽，若你阿门耶死啦个啦哇，若阿爸妈你嘛啥那他一话哩子，阿听爱米若米呀嘛过比，若阿爸妈不嘎吃，若阿爸妈不你不啥多一嘞，年你本年不啥一直你住你过处，么可以打一啦被爱米不啥得话苦，阿听爱米你不啥得他米哩子，提抓嘛地破过比，许个话子多一嘞，那如果说就是的阿克啥么哇，阿就是画画的。